大家好，又嚟到我嘅陽光群島更新速遞。今日會講晒2025年3月至5月嘅所有更新。如果淨係想睇5月17日嘅更新嘅話，請根據 YouTube 章節跳至以下時間。鍾意我條片嘅話，記得訂閱我個頻道，俾我快啲達到2000訂閱。係咁，我哋即刻開始。首先就係3月18日嘅更新。伺服器可以容納嘅玩家由15個提升至16個。喺呢次更新，燒艾迪喺啲遊戲裏面新增咗一個俾新手用嘅問題解答，主要係一啲最多人問嘅問題。第二個就係主畫面新增咗一個可以將遊戲音樂靜音嘅選項，跟住就係新增咗主畫面會同你講下一個活動係乜嘢嘅概要，例如佢會顯示抱怨日出現日期，但係唔會同你講係咩路線。跟住燒艾迪修改咗完成每一程之後嘅分數總結畫面，不過我真係唔係好鍾意佢咁冗長嘅動畫。跟住呢次更新，啲乘客會因為你係佢哋落緊車嗰陣閂門或者飛站而投訴。另一次更新就係喺5月10號，首先就係更改咗手機駕駛嘅系統，同時喺駕駛界面度新增看嘅按鈕。跟住嗰個好煩嘅 Stop Log Completed 嘅視窗唔會再喺 Pro Mode 度出現。跟住如果當你喺排行榜嗰度點擊玩家嘅名，咁就會出現佢嘅統計數據，同時下邊會出現一個送禮物嘅掣。其他比較細節嘅更新就唔特別講啦。而5月17號下午6點半嘅更新就適逢3000萬次訪問，而將原先為永巴 Admin Bus 嘅 511.3 米 Mark II 改裝成永巴中橫通開放俾所有人使用。而呢件事喺1月1日嗰陣，永巴伺服器就已經預告咗，只不過好多人將個碗敲到爆都未等到佢開放俾人揸。喺燒艾迪嘅公告裏面提到話呢架車適合跑山，但係又有高客量嘅路線，即係49A 同埋46啦。不如我哋就睇下佢嘅性能啦。